2023年11月16日，日本箱根伊豆6天之旅，我哋乘坐凌晨2點20分飛機由香港到成田機場，9點22分到達租車公司取車，11點20分到達東京築地市場行街買嘢。當時有好多壽司店剛剛開門，不用等太久，那就先吃午餐。我們坐低先點了2隻生蠔和2個午市套餐，這家午餐壽司是逐漸上的，始終係喺築地市場，魚料特別新鮮。當天選擇了5500日元的12款壽司套餐。下午約5點到達箱根蘆之湖花跡酒店，入住2晚1泊2食。check in 大堂對外就是蘆之湖，如果要乘坐海賊船步行出去便到碼頭，非常方便。房間非常之大，有睡房、客廳和露天私人風呂。酒店裝修和房間環境靚，唔代表晚餐好食。1泊2食提供自助晚餐，出品質素一般，最好食就是雪糕和咖啡。所以我哋當晚決定第2晚放棄這一個晚餐出外吃。酒店大堂對外提供免費咖啡和茶，可在這個位置泡足湯。第2天早上8點15分到大堂食自助早餐。出品比晚餐好，食物正常可接受，但是外面下着毛毛雨，如果晴天會更靚。早餐後去大浴場浸溫泉，但早上也有很多人，唯有在官方網站找相片放在這裡參考一下。午餐去了附近箱根縣，先食壽司，可惜廚師發辦需要預訂，唯有選擇午市套餐。呢間餐廳大部分都是有屏風間住，私隱度高。當日點了7700日元的定食，有前菜、蒸蛋、卷物同手握11罐壽司。壽司賣相和味道也不錯，如果可以試到佢哋嘅廚師發辦就更好了。飯後第一站出發附近的箱根美術館欣賞紅葉，步行到這裡只係7分鐘。箱根美術館是這裡歷史最悠久的美術館，於1952年開館，是可以享受4季風景的景點之一。從繩文時代的陶器，到鐮倉室町時代製作的鹿古窯湖王屋，以及以江戶時代的日本陶器為中心，還舉辦了主題小企劃展。2021年3月26日，神仙鄉被指定為國家名勝。神仙鄉是本館創始人岡田茂吉在1944年至1953年的戰中戰亂時期建造的庭園、茶室真和亭，4季不同，一邊眺望台閃亭的風景，一邊在立禮席上享用時令點心和抹茶。晚上到了附近15分鐘車程的燒肉粒晚餐。我哋這次提早預訂了廚師發辦。這間餐廳全部都是房間，
如果假期旺季，最好先預訂。訂了這個套餐個好處就是有同事幫我哋燒，另外也有不同的和牛內臟可以試到，非常好味。最後追加了這一份牛舌心，肉質爽不油膩，超好食。第3天早上8點45分，在酒店早餐後直接退房。當天天色不錯，打算乘坐吊車上大涌谷，但可惜風速太強而停駛，只好在海賊船前方拍2張照就出發伊豆。第一站先去附近箱根神社平和的鳥居拍照，到達時人很多，逗留幾分鐘就離開。下午2點去了月購物與午餐，路程49公里45分鐘。3點到達竹林小徑，可以欣賞到壯觀的竹林風景。盛夏酷暑也非常涼爽的竹林，清新的隨風讓竹幹互相碰撞，發出聲音及竹葉沙沙聲交織住，整個環境聽着流水聲，感覺舒服，就是其最大的魅力，是很受歡迎的拍照景點。4點15分到達伊豆 Tetsuta Hot Spring Ryokan 酒店，入住2晚1博2食。我哋訂了和室房間。房間台面放了2個豬最中的紅豆燒餅，應該係伊豆的特產。更換浴衣之後，第一時間去浸溫泉。這間酒店一共有4個太節，露天風呂，可以在酒店的 website 入邊看到哪一個空置，先到先得。溫泉後直接去餐廳晚餐，經過大浴場就入去視察環境。可能入住率不多，所以未有人前往。酒店安排了川床料理，旁邊就是河流，當時氣溫只得10度以下，所以餐着下有暖爐也不覺冷。聽着河流聲，上凍下暖的晚餐體驗別有一番風味。OK。晚餐後再去另一個太節風呂。之後回房間休息。第4天早上8點，酒店安排同一間餐廳食早餐。
10點出發伊豆全景公園，之後坐登山纜車上碧色展望台觀光。纜車開放時間由早上9點至下午5點，成人車票2500日元。這裏是靜岡縣伊豆半島相當知名的景觀公園。從走出伊豆長岡車站後，車站到山頂都有無縫銜接的交通規劃，旅客搭上纜車來到山頂，除了能夠站在海拔452公尺的高度，零死角的欣賞360度大全景之外，還打造了可以遠眺日本第一高山的富士山露台、展望台、神社、行山徑及餐廳等設施，是一座讓人可以享受到別處無法體驗到的風景絕美公園。如果你喜歡登高望遠富士山，就千萬別錯過這個夢幻的靜岡景點。沿住園區規劃的行山徑去尋找沿路不同的景點。最受歡迎莫過於富士見之竹湯，脫下鞋子便可浸泡在溫熱的泉水之中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尤其是秋冬來更是舒服。其中讓我震撼的過於這個白體地藏磚和一雙超大的石製木屐，透過這個甲板上安裝的藍色水盤，可以享受俯瞰進河灣和富士山的壯麗景色，成為了旅客到訪的打卡點。在這裏逗留了半小時，便出發到熱海市那邊放發，車程約1小時27公里，1點15分到達海邊餐廳轉座茶屋。餐廳樓上便是停車場，非常方便。這是一間可睇到海景的餐廳。當日點了海鮮拼盤同埋呢邊最出名嘅活鮑魚、響螺刺身，另加了一份午市天婦羅套餐。呢個係餐廳對出的海景。當晚在這裏舉行煙火大會，飯後回酒店溫泉休息一下。黃昏後行出酒店對外的橋拍2張照片。晚上8點前要返到下午餐廳對出的熱海欣賞煙火大會，煙花8點30分開始進行。
之後到附近餐廳吃簡單晚飯才回酒店。第5天早上酒店早餐後10點退房，回程相跟。桃園台坐觀光纜車上大涌谷，11點10分到達桃園台站。纜車一共有2個站，由桃園台至老子至大涌谷，來回車票成人每位2500日元。另外也可以選擇揸車前往。到達中途站老子，直上下一站大涌谷。始於3000年前火山爆發，海拔高1438公尺的神山崩塌而形成，曾經被稱為大地獄。1873年明治天皇訪問前改名為大涌谷。時間充裕的話，還可以付費預約大涌谷自然研究路，近距離觀看地貌。這個位置遠望就是富士山，如果冇雲遮擋會更壯觀。逗留了半小時左右就離開前往御殿場 Premier Outlet Shopping。下午選擇食拉麵和小食。3點40分到達 Mistake 富士山展望溫泉酒店入住1晚包早餐。晚上去了附近的燒肉店 dinner。第6天早上，酒店房間對出的環境，食個簡單早餐就退房回程東京。酒店附近原來是富士急遊樂場，在這裏門口拍了幾張照片就離開。中午前到達河口湖，這裏11月開始整個月能欣賞楓葉遍地的富士山傳統美景。冬季也可清晰眺望富士山的最佳季節。春季河口湖周圍種滿櫻花樹。4月中旬是櫻花節，北岸的櫻花樹被夜間的燈光照亮，十分美麗。夏季是香草節，沿岸呈一片紫色的薰衣草色，這就是四季的魅力所在。1點15分到了 Issei Brewery 井出造店買地酒。2點15分去食拉麵才回程到東京成田機場乘夜機回港，6天行程就此結束。